这位英雄伊家强的老母亲讲到伊这个大汉后生是满的骄傲，讲伊这个后生真友好，每一个拜六礼拜拢会登去甲看。伊家强也有2个小弟，一个伫美国摕到博士，一个住伫桃园的龙潭。妈妈是提出着25年前专家学的相片，讲想要到原本幸福美满的一家人，即摆是永远分开了。这媳妇，我这个他的老婆，穿红色甲头毛白苍苍，伊是伊家强的母亲。手提规家伙仔伫25当前做回翕相片，心心念念的，就是伫这个伫随机公益案内底救人牺牲的后生伊家强，公益后生充满骄傲。他读2个硕士，1个博士。美国的不是台湾。相片内底徛家中的是伊家强摆地一个小弟，想起着大汉后生，老母亲佮提出过去毕业的相片，小白到友好的大汉后生已经归往。厝边讲着伊家强，嘛是学了界得志，充满唔甘。对啊，余先生在我认识当中，他就是一个很孝顺妈妈的。就时常会来探望他的妈妈啦，左右邻居对他的待人处事都很好。这次事件我们都很深感心痛啊，真的很难过啦，因为好好一个年轻人就这样走了。对啊，昨天我来看他妈妈，他妈妈就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是啊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孩子。伊家平常时感情真好。伊家强的友好也同人知，平常时就真热心的伊，如今为着组织场文红公益卫生，嘛希望外界会当永远会记得伊家强一个唔爱厝也充满正义感的战士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